听众朋友的话，欢迎来收听金瓜石节目。今在节目时间里，请来主要收听徐云之、黄英、沙大台唱的长篇台词三线，请听第5位。大8号，为取向雷霆三线，今在半个10岁，像个话说叫毛顺旅客进香，咱们吃贴好一张字条子。所以人个门上人黄金阿叔，那是你都说出来海中黄金没恶心，才子个12子进香，在门房间里向了跪在里呢收下，我们到里向去进香药。以前黄金打出门房间黄金有个阿哥叫黄金。那么看见个马三面孔小胡子么的龙不听上，门兄弟是个啥人呀？黄金是这个样子干对，你些牛马身的看进来，扣得来不人工都是我认识的阿人。是哪个港配这毛毛桑桑个人们，你那些人的阿人，天气天想要的，你不地动地不理让你追。黄金是不得理，但非而不听阿哥话哦。以后吃口对不理想着，狗些人光里忙真理想一本正经的石油里向来并个想要，红色是吃了石油里向，啥这么苦事，哪是里个人为想福气的嘞，年纪70两又是胖胖壮壮这个我是不是眼睛不好？实在是眼睛来得个很。来让看啥个书呢？看《三国志》，以前看的妖精鬼子对郎，棒通进出得劲对郎，不是像个黄金奔到里向。这个坏相爷，来了当时夸的，妖精我本释放他。是这个坏兵相爷，小弟在门房中洗脸。来这里要洗个嘞，一本正经的这是我那门房给你补米但是你灯看出事来干什么？你忙啥了？实在嘛，你烧肚子了是。我在门房中洗脸，听到外边弟弟口口到外边去观看一个小孩子怎么样长那么样多呢？请有美神到此前向一客人。来一听你一个阿叔，让我们的送来份钢气球，给大家做行一个阿叔，他哪里人呢是收留人。新人民的帅，这姓康，叫康熙，他是姓康，他的老子也是姓康。你当我想个笨的哪来？当然你只姓康，也姓康，不记得姓王了。他的老子叫康老三，又是结拜弟兄。他说的是儿。是日非，这个师傅文章浅见其能。师傅文章姐姐家人，今年多大年了纪？坏面相依，他是朱世清，花18，放个屁耍。王金龙不懂呀，说个30朱世清可是不要放屁龙不明白呀？我来写这里是讲对讲的，龙马龙不听上，好了，海进来让我看，假使的我还是个，那么就马不中意个不点人子不理解你最嘛好的哇？既然如此，命他礼必来见我。是。王金抬出来，像出卖的，啥个30说子做出去，可是不想要也放屁但不懂，在咱们房间里，这个就让
他苏大人来了。我到里边去禀了相爷。相爷怎样？你到里边去。好啊。倘若我们相爷问你多大年纪啊？你该有17岁嘛17岁，18岁嘛18岁，不要什么做事情了夸18。讲了做事情夸18，我们相爷要放屁的啊！你像那么讲的，我不记得讲的我，很是。好了，里边来。来了。林子个当人进来，别个当不好啊，心里想开心。能够叫等我打金相府啊，这桩事体打取下成功，可以还容易噻。明明两行今日悲，公如相扶大门。不得了，啥个姑娘呢？黑林昔日为自看，万恩情敌大众。可个你在天朗向当中过一幅啊，其中记挂一幅名人我丢分阳彼此是人人下的那个副队啊，落户个都是恨谁？本兄下本证明的是何个杀举子？上一里政务随节做成民间体为的，下一里七落领袖安慰政5月先锋，他就望进邻里的心凉，眼泪一直是有谁？见没呀？真是有望进是要得夸张。当把好杀伤力等也等嘛！哎呀，说啥？
我啥个无理由的，我替红山帮些部队个，那手最长浪的，谁这么个自己和你手，别人认得我。说现在我打进4月的里口，哦哟，你是狗队当不好，你在这里做啥种用人啊？说现在的社畜把不南北把你，是口之日以后啊，对，可是我也多这2句我落崩了。要么总不记得认得我，说现在我听起李大说说你是当不好，那么我话说叫打你来你的，这些是个烂法子哈。我们因为你个人为负责，你们是个魔的国家，我有心假装给背来试试那个魔力日哦，你认得我给这位把生出来的去嘛啊！所以李亚洲还是个一个女的呀，王定到李家，这个坏下雨，小弟在这儿在外面了，免他利弊来记我是。这儿啊，我们讲一拳呐。是来了。一声雷亮的声音，当把个中气嘛好溜进来，周中红色都过里溜进去。我老老一听，哦哟，这声声音好得嘞啊，洪亮！我分看见这个人啊，听见那个声音啊，使人想嘛一定好。来是个周手，当作是个金人，对真是那是狼口。当然大得理想，老对出是眼睛，眼口，俺认得你是当不好，不认得。那么说现在认得个呢，可是我们家不来的，你认得我也说得落了啊，所以不认得，咋不认得了？所以口里呢，离个相貌实在好不够，有口啊，我来了是相思突然，睥睨不及两耳，有口讲啥个啥你都不可及，不会讲个你都了，口里呢最近过来了，个啥你都愈来愈足，而且都稀巴。二月八是米月上香的叫啥？这个你都谢谢把那个头巾不能讲，一讲扑香，讲嘴巴你都不肯听哎，我这种可怜呢最高嘞。当然这子理想嘛，看见我来受害了，心里想到底有点虚高，把他来看出来是去就要弄家。不要唔说，我到村下那帮头子了，心里想跳过不停，别个面孔上下不露声色，追到我来门里，太师爷在上，内身开对的，不跑了。地太师。我后来起来是规矩真多了，来了我来了旁边，顺着这个头，衣不别，别不看，看不心，心不脚背头，动亦不动。你想教鬼好，门是门口做王金的呢，你讲对讲呢要龙发天上，佛一比，哪里人是？高手神是新人民而在，新康民秀。今年多大年纪？18岁。对王金看看那个刚子，
你没还个18岁嘛，你打你搞个阶段来了，从这个昨日开了苦日不出来，你可是日辈，是否文章彻彻无凭？我又没叫我给，我教的不是一眼眼来，师傅文章彻彻无凭，你年纪轻这个教嘛？那么当然提出那个斤两，师傅文章彻彻无凭。如今我与个上礼在此，命你对过下礼。这个，哦哟，当年想晓得在，可句话说错哪里在？我来来比比我斤两，这个上礼不我。根本在里忙忙做定来进步放牧过来还来，哎，这里谁知哪里哟？请上上礼。什么是一个上礼？弄啥个动？现在我是各老为想，我事体过是一番，30分10国啊，总算再想，皇上得宠我，叫我过条相爱，我总是再想什么？我自家来做上礼。沧海真君，以孝为民，老贼相永相。哎呦，我来了，黑位，我自家做上礼，我不是个最相身份的。根本我今在弄啥门做武力呢？一周你的学在。我是为之吹响了来个，来来不晓得，不敌因对不能得到，内身对人对上来，月公真当中吹相逢小女心。没好，有才人给。这个来了听不出是花样进来，你这个屋里内当中啊，叫他求生一个字，所以说头里个像爱子抽象了嘞，越公正的，那中秋是要得的啦，中秋个中啊，秋生，一里中抽象两字叫说头哈，中抽象。我大概到来啊，别样事体是不会的，我是看中抽象了嘞，啥意思嘞？哥哥同儿，好毛个，谁的没好，没好，不知哎呀，马几乎身高因之外做些剧呢？你的有美身到处，是要美多少身教？这个，哎呦，那么难的，你问我也没做身高人子。来日说，倘若你真正要忙我个人，你天津啊不麻烦你。我现在为子吹响来，我一国里不弄啊就女儿了。跟我哪说法呢？我不晓得我。大要现在市面上想忙我这样一个人，不是也做高的了？这个哪说法子呢？这样吧，让我叫奶奶个张子来说吧。青苔是以钩子木一钩，内真也没东西。喂，说男人够高的个，也不是像够懂那个嘛样够懂，现在够高的，就说人啊也够高的。哎，四季将美多少身教？我的天啦，李文，白天我自个讲，我落地吧。啊，身上水出来啊？哦，什么这个？5两银子，哦，可是他强噻。500两可是他巨噻，大要么50两嘞。可是美50两。哎，是啊，不举。80两10个，第二30两嘞。
让人一看不灵着，我来让也对哇，可是看上去特句啊，别砸，更难办法呢，当包结账的。哎呀，太师，来生分文不出一千牛子。哦，不多生高人知道的牛一两万个也挺牛。所谓我是。这个凡是为之吹响吧。说句话这位，太师，这位内生姊妹之身，那猎人之长在身旁，一日浪费，倒不是身在张房之中，这地出息，依着将来都有之分。哎呦，门开没进来，那了，我倒说的没有听对的，你自家嘛他自家身体，哪子人再浪费他？那么成了我张房里，你要离地了，你想门开进了啊？要离地给介绍，那么将来嘛，他高知个用上，这个倒没有听对，好个，那么正定是什么人？来啊！民众古道来西美声闻起呀！哎呀，马身问起不能这样，这是我自家懂的。这个两道不一下了，我个人马上特拉给的。我不晓得你是当队村乡最大的大罪个了。马身问起不能接来种故乡，让我自家掉。并才是，内生门起内生是心，也是搞笑。我晓得个，你到底里谁人哈嘛？人人如相约，嘿，你分开进我们两个大会啊！啊，呀，他两个是把我看看嘞，没晓得个年纪却没久嘞。好个，我们也是搞笑哈，来啊，去分王四宝。待他仔细美声闻家，同儿一些本房子把都正好扒了台上，别个位置不个，你咋离了浪笑呀？不能收拾了笑，兄弟啊，来，是，你离浪笑吧，笑，好，笑吧。所以离了浪笑干，可是不来个，我屋里想谁乖乖，可笑么别出了浪个了，这离了浪么哪是要发子呢？那么当把话你弄子要给到相夫不是你自个屋里哦，就少你忘记他的哟。哎，北周喂，哎呦，来这个衙门来的啊！哎，兄弟啊，不来个，想要了上的呀，你那上来日的了这个报酬的，你才离了想不来个，想要不答应个嘞。哦，我又在忘记他那里走啊。我也给当我不能走过，哪得啥时子出来的？根本我个脾气还没讲个了，我也什么披上也什么的，我原本10多来了，报纸上为让我收支了笑，并太师，首尔昔日恭敬圣人，立儿昔日虽说圣人，为了何事？是内长吉手人空身受作，请太师司一作为对内生首尔昔日恭敬圣人。你们开细心，没想耶，这是啊，长吉手人啊，长吉手出来个是空身受作，空腹之作用上跟啥话说？受了那是要是这个恭敬圣人的，离了那是要是太圣人的对，跟你明明也受制了是要，这恭敬圣人啊，来啊，与他背受为啊，还有给，啥通位置过来，兄弟啊，你请着，受制了小三请着。当把我想不靠起的，当然也走个了，追过来，手定是意。可见凤凰四大才当我放下来孩子，要进天水磨嘛，磨得么用天得别办，可何必挪拉水里下嘛？做你队长，想不得今朝为之吹响，哪里给他的小马生问起？不谋。
来不真身家女，一不死在背后门。驸马君子相扶，马上把吹响棒头，棒子头呢，不要再讲把你大大送出去。手里像骡子个官兵们走泥路啊！不要紧张，再逼我去我奶奶也女性，还是点笑吧。想笑嘛，得想上去。今朝我哪笑法子呢？我个老气笑出来了，这怕我奶奶哭出来。哎呀，这两个是不是不人笑？相当不好笑过，哭出来是太容易。根本我哪是要法子呢？玉了，你的是不插龙在不正体，当不好笑的还不像了，这种事嘛笑得七花八顺，有一个是笑得大。有一个是笑得小，有一个是笑得长，有一个是笑得短，有一个是笑得方，有一个是笑得有，有一个是笑得差拉比，连打保卫郎的是把袖子上去拉的。马上问起一些辰光，已经笑嗨了。小孩子嘴边拉想笑，杨宗白艺术王金，叫王金过来扎一个花样，王金花样不会扎，这里画一个十字。自家康熙名字的话，刚大里还有只花样。当把后门开进来，一想我今在扎是花样了，地面于平治，花样不扎，那么那办法呢？我在马上问起他，飞出来，我不必忙身上头躺着一点，不的花呀不的命。小好师里哪吒马上问起挪过来，嘿师爷，没事问起神上。来来，哪吒马上问起接到手里下，当作这个精神了看，老眼睛为了你一你，大要始终笑得好得不得了，一看一塌糊涂啊，是笑得不离来啊！还有画个画，插个插，从他那比个比事去叫了这里，是松皮是用不上的。下点啥么子呢？来，马上问起康熙，为因父母伤亡，要娘来到西头了，无依无靠，到上州投亲母舅。那些母舅去世，舅娘在家，这全家人啊叫了毛什么去了？若是为主过寿，谁小居手上20些不能一个，内与都3口一套，满么2双，鞋子1双，半脚布4块，这个必是衣裳脏的。不是马什么几万，雷落龙庭虎口是肉，是由马着相夫为伯，当时3米1名，身价50两，正在山房中走地气息，衣着将来独有之非，为看得少的人。假日刚收大民国常规为3当郎。要么龙口举刀，一日不到西山大王土地家中就是这个大事通手的是干单一年一日不塞3月15日健身马玉之日听命改名死活他不合意者也可以插销给人房子了还插销飞人那个人还插销了飞人啊为了他与送上吃啊，没来等什么国语提名，这个是当片上想的了，没我啊！空位府兵历史马神门起杨宗白以送王进，哦，一个神康熙，你再送呀，
南北虎呀，康熙，为我的明日下面梅花呀，的好，在哪屋里？在北域，到这北地上新发花呀嘞，哎，是一滴墨怎样绣花呀？哎呀，太师爷，万里江山只小一点嘛，这岁岁相似，一只小一点嘛。哦哟，看起没懂。万里江山一点墨，搿点点小事体也叫得一点墨。哎，我倒说得蛮对嘞，看起到别个个丈夫能算马身份起个，我今朝就马马虎虎。我起来，为咱家送过送小一声。你心有点一点，今朝得笑。你今朝下来啊，医院上马身份起，现在我来发笑。来来，痴心妄想，医院哪里各方中医治用上了呀？完了，医院二了不来不一，当然个上马身份起是下来，本房是8岁他，我2两银子不了黄金，中百费。黄金拿子2两银子出来，做乡里看一看，呵，我是乡门外的个张4两子，我去拨一拨他。那是里我个人子来了想要换衣裳，不能这样当背。我领引领他到爱日房中给我一件啊！哎呀，谁来兄弟，当想换衣裳？是。来啊！领到爱日房门跟随呀！哎，你进去换衣裳好了。是，当然大胆里向。哟哟，此美我们当过多一手。哦，我晓得吧？你不让我进去上天，哎呦，我是不得看你那个种师生的当飞，他发出来理想中西铺啊，内外人，哈，我就等了外头等一下吧啊。其实呢，在弄车子，少叫里向西铺脚，里向水汤汤的很。你跟着里向我外头哗啦推开来，里向水汤汤那边女性噶。我那身上身上还毛头身体不对我，告诉想要一坐坐出来，不离赶出去，不能进来。现在辰光答应定心，侬外头衣裳卸下来，衣高浪向过一过，一看哎哟，衣高浪一摊一摊的衣裳发下来，自家身体受限，盖一摊三边的衣裳，头浪向落满，身浪湿身，青丝被打蛤蟆流血。武汉市里门收起他门盖，一开。哎，这样子。这样了。哎，兄弟，想好生气了。哎，想走二腿了。哎呀，不要出现。那么这私有里见你自人啊，不能叫他私药。解释。要叫香药子。是。啊，自个不能出内身。不能出内身，才要成仙人，搞仙人了。让你香药打来起名字啊！来，领导私有里见你自人嘛。相一人上，相人开头不罢了。你相信取名一个爱日。是。几个欧啊，叫我，但是我府里人们的欧一点，不晓得来这个不欧一嘞。你生日水房是我2位公子。真名。皇帝引领他到房厅，见太夫人口头临上，随即东西里2位娘娘，再到书房见2位公子啊。这个我兄弟在这里讲，房厅上去见他了。医生了。来，领你出来。我兄弟，哥哥，我们3只到你抽房头，房人上得没一个。你想要没得从你来的。3只来刚想进相府了。你的起那个名字起得好。我们想要给他们4个童儿啊，再得冲。把4个字。幸福的来的。平平恶，结亲，那么我们上去，那这我叫啥名字？比你谁的一个3位都记得，我晓得过，那叫和平文，一本正经，那是第1个嘞。我倒是对牛来
宾哥。这我宾哥了不起，这是。哦哟，我兄弟啊，那表哥你叫起来，你讲宾哥他不叫我想起来了，那个宾哥包上不吃也累的呢，你是把累宾哥你想听个了，你要是说叫你装一个病了，然后把意思。那么我宾哥啊，我宾哥我找宾哥我来了个，龙山老师傅也得累个啊。听啊，来，龙阳姐，我要跟说你啊。听见。你呀，今朝头客，知门啊，想要一件秘密衫，等着你去人家，叫你生日希望事体来的请客，不要你偷师挂墙上着，金楼里面包厢舍舍，看我来我喝啊姐姐啊，两位是要不要么得啊，两位是要有点多的遇到呢，虽然不费那么究竟想要讨爱是真的，为一句话我也体谅。什么话儿大家听见？厨房里向补白菜，白笼里向追一只，看见喝个喝，叫个叫，吃个吃啊！这种大话是，你不养你的啊，不能给他做个啊，不能给伊的。兄弟与我啊，面孔三不准不好，西边上伊的看见喝个喝，叫个叫，吃个吃。那么你要伊的，不是想要晓得鲁邦到处，有个是恭喜了毛当着，有个是老做吃的，我觉得样样非得嘛，搿桩事体不一了，不一。哈，当人一听，哎呀无聊，我为吹个乱人三想，唯在一想嘛，至于我的龙了，我自有办法想。来，啊，大声，大脸，给大家，给大家营养高。什么叫营养剂啊？那位龙少不是应该的营养高，给他是中门走高了。理想是太两位娘娘姊妹啊，只要都属于阴。老师想要两位是要弟兄都属于阳，分开叫营养高。这我们零零瓜，是。两旁边包个奴不后悔不说，女无差气不出。你东儿不守护不能进中门的，我对不差气不能出中门的。中门上像这个古高部啊，不了他们没凶的啦，哎呀，你得不得了啦，这个我打理没好的，那么相府里向呢，这样说起来，我也都在问你，你看我们娘关系还来着了？我看你是国气不到来着就不，你大声说的，你话是鼻子喂，我有点戏嘛，我这个，不人家跟我没来着没关系，我心里不大关系，你也欢喜吧？这哪说法子呢？但没来讲过是的，我为此吹响来过，当然不来着了。我叫依心而起。那么你哎呀想拍高知府呢？为此高知府了来过。在夜底。也个，你只信真的要高知府呢？我们当然说了，相府里向说起来是家家生意啊，实在那种黑木容容。说里向黑木个，不知啥个黑木啊？真记得。哎呦，小丑不得了，相府里小丑不得。你假使要告诉我说我们了，我告你，中门上向这个古高部啊，叫他啪啪那个磨皮下来。那他不当我没好呀？我已经告诉我定下了有一个。说你告诉我定下的，不知啥人哇？哪一个啊？放天上向太太身边问，这个太太身边私定是，真的。我有副领子哈，别老到你摆在一张马桶柜里去子叫，哪一个啊？嗨，这太太的呼吸哇，我对呼吸不抽象娃子了，所以呀，这个蛮香的，有个香字的。那是不对的，哪一个会讲啊？春香。哎呀喂，还春香。春香没有了，你来这当我说孩子，但是我开恩子嘛，我也是。那么你假使也告诉我，我听说这个位于山上的，
为三想为不来。你做生意啊，进中门的时候，你做些呼吸罗里的一想嘛喏，你家这个来他们泡泡那个毛皮啊，晓得了。你来他屋里家少我子60多岁，儿子一干不给，少年人里娘家里毛这个老骨头要为他收给。我来进来啊！是，打进来了。妹呀，妈要说的话，我搞不得听见了。哎呀，哎呀，我是老狗啊！哎呀妈，是我呀，和平兄弟，你讲兄弟呢，这3个人嘛，你这算啥呢？你讲个儿子呀，你3个人呀，我们说那个儿子啊，是吧？哎呀，啥日情的嘞？今朝想要新买一个司机东儿，趁着死亡，那么恭喜我家的领天来，从你这个领导往听上去，他可这个领上去，东西的2位娘娘。哎，这意思呢？是，这个烂套要跑路磨屁股，为子吹下件不吃饭。啊，妈妈，小1里了。哎呀，新来兄弟们各站哪里为里在？妈妈不给。啊，你亲着啊，亲着。一肉在。和平兄弟亲着，哎呀妈，你个亲肉卡起地上，你要做3个在哎呀，收在，我搞不起多挣200索，但还包了手包里。哎呀，我进来兄弟请用说。走的妈妈。和平兄弟去说，哎呀妈，你要做3个在。这回去我都不理去了呀！来，我今天这3-8岁辈，我搞不么年纪都这个耳朵啊，不大灵啊，耳聋肉吧，也是这个耳朵不便当嘛，就说来他背啊，细细的门。进来兄弟，妈妈，你说任何人？狗手。哦，你稍微一个狗夫啊？狗手神。哦，你这狗夫嘛姓神。哦呀娘呀！妈，你不要说个你们守主人，我守主人。你姓啥？姓康。哦，姓张。姓康。哦，姓方。哎呦，说啥子？姓康。妈，你姓康哦，姓康。哎，叫啥个名字呢？对面一个修。哦，对面个秋。修。是哦，是。哎呀，你今年还有几岁的家？18岁。想得来看不出啊！你78岁。啥不能收拾啊？18岁。78岁可。妈，你别说呢，你这18岁这18岁啊，挺出这78。你为这啥日期了？都给他嘞，要做事动呢。这为我父王娘上父是父看美生的子。哎呀，空的啊！你让人是这个。哎，是啊。哎，空的人老年老女人是这个的，我只活你几万女子一个人。侬这是有只男人啊，一个女子，侬还没开心的，不要看中门的，侬还继续的容易了呀！你老吵身体个身高的呀，侬有只男人啊，一个好女子嘛，侬还没开心的。那他哭着哈，那千金女子哇，根本没好哇，我平当我是给要跑里个磨皮个嘞，让我来银子里娘包，那是天气起来便当的哟。啊，把我告子告眼浪狗，啥事情你才去啊？让我康秀这命可恶。那个命也可恶。我父王娘上。倘若我原谅妈妈的这位娘亲们，我又必要没生到此哦。可是你都当上不上，才听清爽。你想也能娘啊？
那我想你的女子，不推你并只想要吵吵，地址到乌拉着，你念那个娘嘛。妈妈。没，呱。哎呀，我兄弟门开比我进来了。啊，妈，你领你进去，晓得的，能放心。再当心，你记得在那帮国别怕头的啊！我出去了，我便出去了。你跟我进去吧。来啊，记他。妈妈当心晓得这。领进来，说到房厅更是要想进去。一听啊，房厅上像那种广场，妹妹叫进去啊。是。你想吵起一脚没几个广场啊？妹妹叫进去。是。我肚子硬了进去啊。晓得了。理想房厅上讲的啥呢？来他的杭州天作形象，手举后区是不是为对象？你让来规矩。那么理想杭州呢，我这个不像西游，手举呢这个是后区。两次然后要并一并高低，究竟为是杭州的西游来得好了，为不知手机个后期来得好。那么我们今朝要并一并，那么到啥人并呢？是我的思想当中是有抽象，你懂？那么我来问抽象，不好，这个思想也不开心，里头也不对了。直接他到呼吸内到门内，也总把把门一上，但是我们抽象你都不动心，呀的。太太，夫人，我在此想。太太，你想啥家？我想杭州西游高手好为。两处地方哪一处好？丞相干什嘞？太太，我什么真知道这个西游来的还不像呀？我想搞出来，太太，我是手机后期谁还不像哇？东乡搞出来。哎呀，那么太太，我什么呢？后期了，西游一塌瓜子谁哈？你要3股分数嘞。我问个人们，这个人不开口。抽象是两处地方，你评来哪一处好？这个嘛，抽象一想，哪在哪位搭的？他们哦，这个两档地方路一档汉，他个脾气蛮内容的。他是我的说是手最后去哈，眼叫他欢喜杭州西游，可是你心里想也不开心。他是我说是西游哈，你的眼叫欢喜手最后去，可哪说法子呢？再看吧，害得他个脾气我晓得，让我来看子里张面孔说吧。他是我是杭州西游哈。他面孔上像笑眯眯，我就拿手最后去剁他，倒是杭州西游汉。他让我是手最后去哈，他面孔上蛮开心，我杭州西游剁他，倒是后去哈。所以是讲我落地啊，太太，在下比干冰呀。丞相开心，他俺西游喊了，西游真这个喊的嘞。对呀，我日本你插几个针头呀？哎，讲下去。后妃家，我想搞出来，他哪是后去喊呢？
曲相识得了也是一样的哇，只有我们还好为家不分干净，去见哪一处海？太太呀！分家的嘞，佛地冬天，冬天佛地谁好嘞？我位置也并一并家的呀。哦，究竟哪一处哈呢？真够富裕，走的谁？听呀一边废话，手指后去送的名人，你去交关了嘛？杭州是有没听人的，又不分家的国际一门，究竟哪一处哈？是。表皮看这个长面孔了噻哟，你说还我个意了，那换我个苗头了噻。啊，假使你说希望喊我得一样样，听见你说后去喊我丫的，我后去多他。所以听见你说后去喊得一样样，希望喊我的，那需要多他。哦哟，表皮呀，看我长面孔，干嘛我为呀比你表皮，我来表皮，哎，我看你哪说法。你说需要我也是个长面孔，也不低头也不眼头。你说后去哪喊我也是个长面孔，听你那说起，究竟哪一处嗨？我不领子哇，那他也点皮啊，你点皮啊，我比你为呀点皮，太太呀，后辈子。走西呀，就还比奴家相依，真记得。今日归隐罢休，这样一来啊，哪个是有代价嘞？后去吃也得得。后去还比古法门出来呀、身份啊这个些，比方说俺是一个自由国出来是不要，杀铁塔，杀铁塔，杀铁塔，可是我两只我们根本都打起来。哎，个西游呢还比个香药了，个香药身份都出来了，你个人这样子出来打字不知铁定，铁定定扎对噻，唔耍打字个啦。该一点点，
哎，这一口嘛，这个西柚来得干，后期来得吃，哎，在雨地的里头这是讲是西柚来得丢啊。哎呦，草草的不是？我只会添一添。我说西柚还出来呢，老草个张迷宫生女的讲的，那么雨欣在我落的。太太，这两处地方，为呀平隔壁了，怎样呢？可以一比。为何一比了？他比什么？也这真表弟啊，白手来着，那好了，海边扎针，水出2朵花了，啊，5彩花了3类花，5彩花也好，3类花也有挑头的嘞。你现在他2朵花嘛谁好？随便你谁种可比了？你种5彩花嘛也不啥，种3类花嘛也好个，又是一样嘞。为啥是讲个调皮的谁话？好厉害！那么当今的王平啊，为地吹响。